喺大埔災難發生嘅時候，有兩班人，一班係救援者，另一班係惡意散佈假消息、煽動社會撕裂、煽動仇恨情緒、收集一啲爆破品物資，以此去做一啲恐怖活動。我撲你個街！我係真實世界嘅社工劉奕聰，我衝出嚟唔係因為我特別叻，而家拍緊片嘅呢一刻，仍有好多專業嘅人士、各界有心人喺唔同嘅崗位幫緊受影響嘅居民，更多人一夜之間一無所有。我喺呢度強烈譴責一啲自稱大台、admin 或者一啲惡意散播信息嘅人士，佢哋自稱係啲運動嘅領袖，喺物資充足嘅情況之下，仍然去冒稱其他嘅慈善團體，去透過人傳人或者一啲匿名嘅社交帳號，喺唔公開自己嘅身份嘅情況之下，喺冇驗證信息嘅情況之下，去煽動人群，去惡意收集一啲爆破品、沙包同埋一啲武器，以此分裂社會及煽動社會嘅仇緒，令到災情雪上加霜，都啱嘅。畢竟佢嘅目的唔係救援，係要衝突。咁最終想點呢？其實佢係透過啲匿名嘅帳號散播啲假嘅消息，引發公眾嘅情緒，導致社會撕裂。所有嘢都係鋪墊，佢就係想網絡大眾嘅你成為佢哋嘅攻擊社會嘅工具，連工具人都講唔上。如果你都曾經落過去幫一啲受影響嘅災民，你都可能遇過類似嘅情況。有啲年輕人走過嚟話喺一啲 Telegram、TG 群組裏邊，聲稱收到一啲俗稱大粒嘢嘅高層嘅指示，話收到一啲好可靠嘅消息，冒用一啲慈善團體嘅名號，例如風 X 堂、例如紅 X 字會等等嘅大機構，重重複複、無限輪迴，話需要一堆嘅危險嘅爆炸品、指定型號嘅鋰電池，同埋一啲沙包、一啲遮，同埋一啲卡板，證據喺呢一度，仲喺唔同情況、唔同時間、以唔同形式、有系統、有組織咁去收入一啲嘢。邊個係咗100個沙包啊？有冇啊？我而家公佈一部分嘅證據，嚴正呼籲收手啦！可唔可以唔好喺一啲重大災難、仍然社會傷痛嘅時候去進行呢啲政治嘅表達啊？因為你哋嘅表達喺呢一刻會對於一啲家屬，特別係受影響嘅災民或者相關嘅人士，雪上加霜，更加傷痛。好多人窮佢一生嘅努力喺呢場意外之中，已經承受住喪親、喪友或者一啲鄰居、一啲朋友嘅傷痛，進行一啲政治嘅表達，發佈啲假消息，煽動嘅情緒，會進一步令到佢哋更加傷痛。我希望你哋考慮一下你嘅感受。網絡嘅朋友，如果你收到一啲信息係懷疑係唔可靠嘅，或者要求你約咗啲嘢，例如轉載，我希望你時刻諗一諗三樣嘢：咩來源呢？敢唔敢實名呢？可唔可靠㗎？有冇證據啊？現場嘅相片呢？錄影啊？分發呢啲信息嘅信息背後想我做啲咩呢？佢動機係咩呢？我做完嗰樣嘢幫緊人啊，定係只係想令我更加嬲？唔好成為人哋嘅工具。最後，希望大家 fact check 思考先轉發信息。廣福村嘅社區，我係好充滿感情嘅。細細個就已經喺大院餐廳度同屋企人食吉列豬扒胡意粉。我喺呢一度衷心向所有受影響嘅人士致深切嘅慰問，亦都向所有喺災難之中仍然保持理智嘅熱心人士，仍然幫緊人嘅人致敬。